話今日多雲又落雨，天氣仲幾涼添。係啊，思齊，大家出街帶遮之餘，都要着多件衫啊！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温介乎23.2至到25度，至於最高氣温就介乎24至到26.7度。轉下風勢圖，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，另外一道廣闊嘅雲帶正係覆蓋華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微雨。下晝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大約27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。展望聽日日頭炎熱，週末期間氣温稍為下降，天氣乾燥。下星期初嘅風勢都幾大㗎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5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、珠海多雲，中山、江門多雲，肇慶、佛山多雲，廣州、東莞多雲，惠州、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